歡迎來到 Casa Helvetica VIP。歡迎你來到埃及，祝你在這裡過得愉快。公寓設有一間帶風扇和空調的臥室以及煙霧偵測器。浴室配有淋浴和浴缸，提供沐浴露和浴巾。客廳非常舒適溫馨，配有風扇和煙霧偵測器，確保你的安全。廚房設備齊全，有冰箱、爐灶、洗衣機、餐具。為了你的安全，還配有滅火器。公寓旁邊有一個帶水槽和電源插座的陽台，你可以欣賞令人驚嘆的美景和日落。亮點也盡在你的掌控之中。花園，這裡是聚會、交談或放鬆的綠洲，絕對私密，從外面看不到。整個酒店都提供免費 WiFi，並且外面有視訊監控。當然，你不必自己做飯，房東會為你提供餐飲服務，但需額外收費。所有餐點均為自製，新鮮烹調，所有食材均來自當地供應商，新鮮供應。當然，你可以透過我們預訂假期所需的所有觀光項目，乘坐熱氣球，乘坐三維帆船，參觀陵墓和寺廟以及機場接送。我們也提供指甲花紋身和女性美容套餐。簡而言之，我們助你在盧克索的夢想假期成為現實。如需了解價格及更多信息，請聯繫我們。我們提供英語、德語和阿拉伯語服務，期待你的光臨。